继续来关心丰台凯美造成嘉义县真济所在崩山，其中永和桥架线的光华二号崩坑嘛，因为土石流崩去。县府甲立委有去会勘，要甲中央争取经费，希望互山区的这抢修会当顺利赶紧完成。原本会当双边通车的公路，因为风台崩山的关系，路边毋是石头，就是倒去的树啊。嘉义县政府28载时会同环路乡公所、嘉义县议会甲立委做伙伫来山区的永和桥县道会勘，了解一目前的状况。风台实在太大了，所以电火条拢断去。啊，桥断去了的时阵，所以伊要入来接的时候，伊个工程车要入来，嘛爱有咱的大路会当通。啊，大路通，因为这边算做一直豆对外口遐一直用做道入来。永和桥县道连接环路甲地架，进前伫28公里的所在，就常常发生崩山。即个阁因为风台，毋但沿路拢有崩山的状况，甚至接近地架的光华2号崩坑嘛，因为土石流崩去。县政府除了统计目前的损害，嘛要请中央政府来协助处理。各看在现场发现光华隧道有中断，那中断内容呢也有发现部分坍方了，那需要我们县府还有我们公所这边来积极来抢修。整个灾情过后，有一些需要跟中央争取经费的，那去做复建的，包括去做相关的这些积淹水的这种检讨的，我们都会把它整理出来，向中央争取经费。嘉义县建设处表示，这届风台伫环路甲地架山区路边青沙河边的雨水，除了崩去的崩坑，路边的安坑嘛有必顺，公路阁有10外个所在有灾害。初步按算修理的费用要9100万，会配合中央甲专业单位改善这条公路常常崩山的状况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